夏牧师、谢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很荣幸能够代表总会的大众传播基金会，今天在这个主路跟大家一同来分享信息。那这个总会的大众传播这个基金会目前的整个目标、整个这个方向，就是要往普天下传福音。那这个网特别是要强调，我们今天已经进入到一个所谓的网络的世界过去我们在区分这个人类的历史，我们喜欢用所谓的 BC 跟 AD。那 BC 叫做 Before Christ， 那 AD 叫做 Anno Domini， 就是主人的意思。但是现在这个 BC 跟 AD 有不同的解释。所谓 BC 叫做 Before Computer， 那 AD 叫做 After Digital。我们已经进入到人类的世界，已经进入到所谓的数位化的时代。那我们也必须要在这个数位的时代里面为主做好的见证。那过去这个大众传播在2001年这个成立，那也这个成立了一个新眼光电视台，那是有线电视台，但是已经进入到网络的世界，所以目前正在转型，把它变成一种网络的这种媒体。那目前正在转型当中所以希望各位弟兄姐妹，如果关心在一个数位化的时代当中，我们如何传主的福音，那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共同关注的一个方向。那目前正在推动一个活动，叫爱要行动那把我们基督长老教会很多有特色的教会，然后拍成这个网络的影片，然后这个在网络上这个能够这个让大家能够点阅那我相信应该有一天会来拍我们富强教会希望我们富强教会能够准备好那今天来到我们当中，待会我讲完道之后，我们会有一个短短的4分钟的时间来看这个影片。不过今天我要通过我们刚才这个我们的诗会为我们所念的这段经文，我们来一同来思考一个我们信仰的一个课题叫这个荆棘被火烧。那有一个姐妹这个姐妹我自己认识，她跟我讲这个故事。她说她每一次到美发店去做头发的时候，她都会背一个袋子，然后放着她的一些这个瓶瓶罐罐然后这个袋子上面就有一些图案。那美发店的老板看到这个袋子不知道图案写的是什么意思想要问又不好意思。有一次真的忍不住了因为他每次来都带这个袋子然后他就问一个问题，说请问你这个袋子是不是防火的烧不坏的这个姐妹说不是这个一般的袋子这会烧坏的。那如果烧不坏，为什么要上面写个焚而不毁呢？焚而不毁不是烧不坏的吗还有你们上面还有一些英文字，那这个英文字我读过英文了，怎么我读不懂？那是写什么他说那不是英文字那是罗马拼音的台湾字，意思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那焚而不毁这个图案中间是这个好像一棵树，然后被火焚烧。那这个树是一种荆棘那这代表这个长老教会有一个精神，他希望我们的信仰是一种焚而不毁的信仰。那我们在台湾很多的教会，我们可以常常看到这个标志，有的在教会的一个主体的建筑物上面就会把这个标志把它刻上去。那我们所做的旗帜，我们常常这个标志那我们在长隆大学新设的一个图书馆这个是纪念这个彰化基督教医院的这个医生然后这个南大卫医师所盖的一个图书馆，叫南大卫纪念图书馆。那在4楼的地方，我们就放了一个艺术作品，这个艺术作品就是焚而不毁。那这个艺术作品是一个我们长老教会的一个原住民的牧师叫赖招财，他所设计的，用10块非常这个大的这个强化玻璃，然后中间有这个彩绘玻璃然后你远远的看，从任何一个角度看它就是一个焚而不毁的一个记号。那所以在台湾你可以看到太多的地方可以看到这个标志，但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却不是唯一在这个世界上使用这个标志的一个教会。如果我们看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不同的地区国家，他们的这个归正教会或者是长老教会，他都用类似
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图案或者这样的一个标志来代表他的教会啊。那这张图特别是记载这个在法国。法国我们知道宗教改革是在1517年马丁路德所发起的。那在法国的地方就有这个加尔文我们长老教会最刚开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宗教改革家的一个神学家。然后因为他们受到这个加尔文的这个影响，所以他们开始信奉这个新教把自己称为这个归正教或者是改革宗。那当时候的天主教势力非常的大。然后他们就给他一个名称，叫做伊格诺的这样子的一个教派。那天主教势力很大，他不希望当时候的新教这个增长那么快，所以不断的用逼迫他们。那天主教在整个法国，当时候有政治的力量，有社会的力量，又有宗教的力量，用这些力量来压制他们，逼迫他们。这张图刚好所画的就是当时候天主教逼迫这些所谓的这个改革中的信徒，新教的信徒。用一种大屠杀然后所做的一件事情那这个时候的教会怎么办？1583年，当时候的这个伊格诺教派就是新教，然后他们就说，我们在面对这个逼迫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我们的精神的这个力量，所以他们就用一个标志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标志，当时所画的，他们说我们应该要成为一个叫做火烧荆棘的教会。我们被火烧，这是我们所遇到的逼迫。可是我们这个旌旗应该能够被燃烧，但是不能够被烧毁所以这是1583年第一次，全世界的各教会里面第一个用这样的一个标志来代表整个教会的信仰的核心、信仰的精神。那这之后全世界各个地方、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国家也开始用这个标志来作为他们教会的一个标志。那跟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特别有关系的是斯格兰教会。那我们知道，我们很多的宣教士是来自于斯格兰。我们知道这个在台南，我们是马雅各医师，还有这个巴克里牧师，他们都是来自于斯格兰那个地区那这个教会就用这个标志。我们看这个标志，同样的在中间的地方就是有一个燃烧的旌旗但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它后面还有一个十字架。那这个十字架很特别，它不是正面放的，它是像一个 XYZ 的 X， 它是这样的一个形状那这个十字架叫做圣安德烈十字架，因为当时候安德烈使徒他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要求说，我应该用不是正面的，我的主是正面钉的我的这个使徒这个彼得是负面钉的，那我应该是用打叉形来钉的。所以这个十字架很特别，叫做 Andrew 这个的十字架。那除此之外，跟我们长老教会有密切关系的，在北部的长老教会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加拿大。加拿大的这个长老教会，它的标志是这样子。那这个标志有一个特色跟爱尔兰的教会一样它不仅强调说燃烧，而且不会烧去，而且 burning yet flourishing， 就是越烧越能够兴旺那除此之外，我们看到这个澳洲的长老教会、纽西兰的长老教会，还有美国基督长老教会，这是美国基督长老教会的这个标志。如果我们单看到这个，我们不会马上联想到这个所谓魂而不回。但是我们看了那么多刚才所看到的图案，我们就很清楚，那这个图案所要表达的一个精神，基本上还是一种魂而不回。中间的地方就好像一个十字架，用十字架来取代原本的这个荆棘。那这个十字架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上面的地方有一只圣灵如同鸽子从天而降。那旁边我们看到这个红色的地方就是燃烧的火焰那在亚洲地区这个新加坡或者马来西亚长老教会也都出现这个图案。所以长老教会不是唯一的教会，长老教会是众教会当中其中的一个教会。但是这个众教会当中的一个教会当中，特别是长老教会的这个传统，更正教的这个传统，他们希望能够回到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信仰核心，就是所谓的魂而不回。那这个图案跟这个记号，事实上是来自于圣经，就是我们今天刚才大家一同念的出埃及记的第3章第1节到第15节。那这段故事我们都很熟那是摩西所看到的一个异象。摩西从埃及逃亡到了这个旷野的地方，然后认识了当时候在旷野米甸的地方的一个祭司叫叶特罗，然后跟他的女儿结婚，
结婚之后他做一件事情，他原本是王子，但他现在的身份是一个牧羊人，所以他常常带着羊群在这个旷野的地区牧羊，那有时候会走到山区的地方。今天我们所读到经文说他到了一个何烈山，有时候我们称为西乃山那这两个名称其实是一致的何烈山是一个山群，那西乃山是其中比较高的一个其中的一个山头那摩西带着羊然后到旷野的地方去牧羊，这是他的变成他的日常所做的一件事情。但是有一天他看到了一个异象，我们在宗教里面常常说异象，到底异象是什么？异象是一种不寻常的这种现象。那在旷野当中，很多这个现象是很平常，我们说自然现象。比如说在旷野里面，你会看到这个荆棘，这是很平常的。那在旷野当中比较不平常一点，就是说，这个荆棘有时候自然而然的，这个当它太干燥了，然后又达到这个难点的时候，这个荆棘就自然而然的起火。那这种比较特别，但是也不是很也常常看到的，所以它也不平常。但是摩西在旷野牧羊的时候，他一定常常看到荆棘然后他也一定看到荆棘被火烧，所以对他来讲，这是一个常看到的事情。可是有一天，他看到的，在这个不平常这个平常的现象当中，不平常的事情，就是他看到这个被火燃烧的荆棘，但是没有烧毁，没有烧毁，这就很特别了。因为他过去所看到的荆棘都是被火烧毁的，所以他很好奇，想要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这是一个奇特的自然现象，但是这个奇特的现象如果没有涉及到上帝，它只是一个自然界当中常常会看到很奇特的不常看到的一种奇特的现象。我相信我们在看电视节目，特别像 Discovery， 或者是我们在看 National Geography， 或者是我们看 Animal World， 我们常常会看到太多这个世界奇特的现象那不管是景观方面，不管是动物方面，或者是我们所看到的各种这个生态方面，都有太多奇怪的现象。可是我们不把它称之为异象，因为当我们称为异象的时候，它有宗教性。在宗教的异象当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人遇见了上帝。摩西看到了一个大自然界当中的一个奇特的现象，被火燃烧的荆棘，可是却没有烧毁。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呢？如果他所看到的只是这样子，那么他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大自然当中奇怪的现象。但是摩西所看到的不只是大自然当中奇特的现象，他看到的是一个宗教现象。因为在这个他看到的景象当中，他遇见了上帝。上帝通过这样的一个景象，上帝通过这样的一个意象对他说话，而且对他有所启示。那这段经文我们在主日学大概都读过了，这段经文我们在小组的时候大概都阅读过了。这段经文我们只要是有读过圣经的人因为在出埃及记嘛，所以很早这个圣经当中比较早出现的，所以我们大概也都会读到。我们读摩西的故事也都一定读到这段故事，所以我就不再重述。但是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里面的一些情节当中，我们要特别去注意到的一些信息。首先，这个整个故事所发生的地方，它的空间，它是在一个旷野。我们读摩西的故事，我们都知道，摩西最刚开始，他是在埃及里面当王子。埃及的王宫里面，那应该是非常富裕的地方，非常富足的地方，非常豪华的地方。但是在那边，他没有遇到上帝，上帝也没有对他什么启示。可是他遇见上帝的地方，却是在旷野。旷野是一个还没有完全发展的一个地方，旷野通常是一个孤单的地方，旷野可能也是一个非常缺乏的地方，旷野甚至有时候是一个危险的地方。可是却在那个地方，摩西遇见了上帝。我们人生常常也会是这样子，我们在顺境的时候，我们在富裕的时候，我们在满足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听不见上帝的声音。可是当我们人心走到了某一种孤单，走到了某一种缺乏，走到了某一种危险的境界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反倒在那边遇见了神。以色列人非常重视这个旷野，所以这个整个出埃及记说，以色列人的信仰在旷野磨练了40年，所以旷野对他们来讲，这是个信仰熬炼的地方。
我们读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到耶稣要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要在旷野接受这个试探。旷野这个字在整个圣经当中出现了270次，它是一个圣经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我们的人生有时候会走向旷野，这时候你就要特别小心，这时候你要特别期待，因为在旷野刚好是我们灵性可以遇见上帝的地方。第二个，在整个故事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主题是荆棘。那荆棘是在旷野当中少数能够生存的植物之一啊，因为那边缺乏啊，有时候缺乏水源，有时候是沙漠的地方，所以这个植物跟动物在那边很困难生存。那荆棘是其中一项能够生存的，因为它的生命力非常的强。可是荆棘，因为把它称之为荆棘，因为它有刺，所以如果牧羊人经过那个地方的时候，都要特别小心，因为他自己本身或者是羊群很容易被这个刺到。那荆棘在整个圣经里面有它特殊的一个象征性的一个含义，它是象征的一个少数人以及弱势团体他们的这种命运，因为他们常常是让人家讨厌的，他们常常是这个有可无的一个对象。那荆棘在炎热的太阳照射之下，常常有时候就自然而然就燃烧，然后它就烧毁掉了荆棘在英文里面叫做 bush 那这个 Bush 刚好也是美国总统布希的同样这个名字，同样这个字那火烧的 Bush，burning Bush 就是把布希烧掉的意思那美国总统布希在公元2003年的时候宣布要波斯湾战争，所以那时候很多反战的人就说 burning Bush 把布希给烧掉吧。那Bush 在这个地方我们刚才提到，它代表一种少数的或者是弱势者他的这个命运。如果我们从整个历史的发展脉络，特别是从圣经的历史发展脉络来看的话，荆棘常常会出现。比如来讲，从埃及当时候的法老，还有当时候的这些拥有权势者的眼光来看，以色列人其实就像荆棘，他们除了经济的作用之外，他们没有什么其他作用。所以我们读到出埃及记的第1章所记载的就是法老王他下令要把那个生命力很强的这些以色列人，让他们所出生的孩子要把他淹死，要把他杀死。对他们来讲就是荆棘一样，要让他们弃之而后快。摩西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是不是想到他自己以色列民族的命运就好像荆棘？他是不是也想到他自己人生的命运就好像荆棘一样？对我们基督徒来看，那荆棘在新约圣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我们知道，当时候耶稣在传教的时候，当时候的犹太宗教，特别是祭司团体，还有大祭司，还有当时候的罗马政权。罗马政权是殖民当时候的巴勒斯坦。罗马政权跟犹太基督宗教，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把当时候的耶稣除掉。当他们在开会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个决定：耶稣太讨厌了，耶稣传的上帝国的福音对他们来讲是一种威胁，所以他们要把它弃之而后快。耶稣后来是被钉十字架。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头上面有一个冠冕，这个冠冕不是金，这个冠冕不是银，这个冠冕是用荆棘所做的。我们刚才所读到的宗教改革时候的历史，对当时候的刚开始在法国这个新教的这个整个发展的伊格诺来讲对当时候这个拥有政治、社会还有宗教权力的天主教，他们也把它当作荆棘，所以发生了非常多的屠杀他们的领袖，屠杀他们的这些领导者，而且用火烧掉很多的教会，然后最后他们发生了一场所谓的大屠杀。对他们来讲，这些伊格诺的信徒其实就好像荆棘一样。这样的故事在我们人类历史当中常常出现。2次大战的时候，对当时的希特勒还有纳粹党来看，犹太人其实就像荆棘，所以他们要弃之而后快。整个2次大战期间，希特勒跟纳粹杀死掉的犹太人是600万，我们台湾人口只不过是2300万，超过这个我们说超过将近这个1/3不到的这些人，当时是被杀死的。
对今天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来讲，新疆的人民其实就是荆棘，台湾人对他们来讲，不也是好像荆棘一样吗？中共多少次威胁说要血洗台湾？我们的人类的历史，很多的民族，特别拥有权力的民族，常常会把少数民族、弱势民族，把他们当作荆棘一样。那除了荆棘之外，在这个整个意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所谓的火。火在圣经里面也常常出现，它有2种不同的含义。第一种，它是一种毁灭性的惩罚。创世纪所记载，当时候最刚开始，古代有2个非常富庶的，而且非常发展的2个城市，一个是所多玛，一个是蛾摩拉。他们遇到上帝的审判，因为他们的罪恶非常的大，上帝是从天上降下火，把这2个城市给烧毁了。如果我们读创世纪，一直读到启示录，特别在启示的地方，我们提到上帝最后的审判。上帝最后的审判不是用水，上帝最后的审判是用火。我们读到启示录的20章，所有的这些撒旦，跟所有的这些从地中起来的、海中起来的这些兽，还有这些跟随这个兽的这些人，他们最后依照审判的时候，他们是要被丢在火湖里。那但是圣经当中提到火，还有另外一个特殊的一种含义。希伯来书第12章29节说，我们的上帝是烈火。那最清楚的一个故事，应该是在但以理书。但以理书我们知道，当时但以理跟他3个朋友，他们不愿意腐败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所造的这个金像，所以尼布甲尼撒王用他的政治跟宗教的力量，他就把这个但以理的3个朋友把他丢到火窑里面去，要用火把他们烧死。丢进去的是3个人，可是当他从外面看的时候，却有第4位。所以这3个朋友不但没有被火烧死，而且他们头发也没有烧焦的味道。上帝是个烈火，上帝是个烈火有2个含义。第一个含义是，对那些存心作恶的人，这个火将会是毁灭之火，这个火将会是惩罚之火，这个火最后它会是审判之火。可是对于那些信告他而且愿意遵从他的人，这个火是熬炼之火。你可能会遇到苦难，你可能会遇到熬炼，但是这些熬炼、这些苦难，最后会变成一种祝福，而且会变成恩典之火，如同这个但以理3位朋友他们所经历到的。第4个，我们讲，如果自然这个意象跟整个宗教的意象之间最大的一个差距在哪里？就是在这个意象当中有上帝的临在。这段经文之所以重要，特别是对以色列的民族那么重要，就是因为在这段经文当中，他们体验到一位拯救他们的上帝。圣经向我们所见证的上帝是怎么一个上帝，在这么短短的15节的经文当中向我们透露。第一，这位上帝是一位呼叫人的上帝。在这段经文当中的第4节，当摩西要看这个异象的时候，有声音从这个荆棘里面出来，呼叫说：“摩西，摩西。”圣经向我们见证一件事情：上帝跟你之间有一个独特的这么一种关联。上帝是会呼叫你的名的，不仅你在呼叫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上帝也在呼叫你的名，就如同上帝在呼叫摩西一样。多少次我们会在我们的良心当中，我们会听到上帝对我们的呼叫。上帝可能会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不要这么做，上帝可能会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不用担心，你就勇敢去做。当我们听见上帝这样子呼叫我们的声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已经准备好我们要回应他？第2个，这位上帝是怎么样一个上帝？这个上帝是一个怜悯受苦在苦难当中的百姓的这个上帝。在这段经文当中的第7节跟第8节，这个作者用了几个字眼来描述上帝如何关心这些受苦的人民。他说：“我看见他们在埃及所受的苦难，他们在督工的这个虐待之下所发出痛苦的嗷叫的声音，我听见了。然后我已经了解他们所受的苦难。那我现在下来，特别是要来拯救他们。这位神，他是一个怜悯的神。”怜悯人在苦难当中向他呼喊的这个神，在希伯来文当中，这个怜悯特别有意义。先知常常讲说，上帝是一个怜悯人的上帝。先知是怎么去理解他的？
不少的圣经学家他们注意到一个这个字的特色，就是灵敏这个字，圣经在形容上帝是个灵敏的上帝的时候，用的一个字是跟母亲里面的胎妇是同一个字根。换句话讲，怎么去了解上帝的灵敏？就好像一个母亲，当她怀孕的时候，在她肚子里面，在她胎妇当中里面的这个小孩，她没有办法。如果这个母亲不照顾他，这个母亲不爱他，这个母亲不好好的疼惜他的话，他没办法生存的，他一定会死掉的，他不能够成长的。灵敏是这个意思。当有一个生命在他的胎腹当中的时候，这位母亲用尽办法去呵护他，用尽办法去保护他，用尽办法去让他能够成长，用尽办法去维持他的生命，这是灵敏。先知是从这个观点在了解上帝的灵敏。这些百姓痛苦了，上帝怜悯他们，要来拯救他们。第三个，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上帝是怎么一个上帝？他是一个在历史传承当中的上帝。所以他说：“我是你祖宗的上帝，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亚伯拉罕是以撒的父亲，以撒是雅各的父亲，刚好一代传给一代，这是历史上传承的上帝。”耶稣常常在提到上帝的时候，从天父，但是耶稣也常常使用亚伯拉罕来形容他所谓的这位天父。宗教改革家加尔文曾经讲过一句话：历史是什么？历史是上帝在人类的世界当中的一个作为的一个舞台。上帝不是离开我们历史的一个上帝。如果上帝离开我们人类历史，我们经历不到他。上帝的作为在我们的历史当中，而且是可以一代传给一代的。互相教会今天已经到快要50年了。如果不是一代一代传给我们的下一代的话，我们的信仰不会传到今天。长老教会在整个台湾已经150多年的历史，如果不是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的话，我们今天也不会有这个富强教会，不是吗？信仰是一个历史传承的一个信仰，而且上帝是一个在历史当中让我们能够传承的这样的一位上帝。我们当教会的长老，我们当教会的一个牧师，我们要记得我们的历史要传承下去。第四个，除了在历史当中传承的这位上帝之外，这位上帝是一个应许跟我们同在的上帝。我特别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受到一位神学家叫莫特曼，他在注解这段经文的时候，他所做的一个注解，我觉得非常棒啊。他说，摩西在这边问了上帝一个问题：我到底是谁？我算是什么人？如果我们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我算哪一根葱啊？我算什么？你竟然要派我回到埃及的地方，我刚从那边逃出来，你竟然要我派我回去，要去见法老，这是何等大的一件事情！我是什么人 ？Who am I？ 哲学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在问你到底是谁，我到底是谁？摩西也向上帝问了这个一个问题：我到底是谁？莫特曼在注解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这么讲：上帝没有直接回答摩西你到底是谁。上帝回答是说：你是谁？当你经历到我跟你同在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是谁。所以这段话，上帝给他的回答是：我必与你同在。我们真正的我在什么时候成为真正的我？我们的生命是不是经历过很多荒唐的事情？我们生命是不是经过很多虚空的事情？我们今天是不是经过很多希望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的我是一个希望的我，是一个不真实的我，我们是戴了非常多假面具的我。什么时候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我？那一位给你生命、应许你跟同在你的上帝，当他跟你同在的时候，会成为你真正的我。第五个我没有写在上面，但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从宗教的历史发展来看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对上帝的了解。摩西为我们人类的宗教史当中问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他问上帝说：你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如果我回去告诉以色列百姓说，有一位上帝差我到这边来，我们的祖宗的上帝差我们这边来，可是如果问说你叫什么名字的时候，我该怎么回答他？在整个宗教史，这段话常常会被引述，因为这边人直接问上帝，他的名字是什么？这段的经文非常难翻译，所以我们如果读台语的圣经的话，它是翻成我是主人的人。
如果我们读和合本是说我是自有拥有，我们读现代中文译本的话，它是翻成我是创始成终者。如果我们读英文，它是 I am who I am。如果我们在读这个别的版本，它会讲 I am I will be I am I will be 就是所谓的创始成终。所以这段经文，不管是你翻成自然而然，不管你是翻成自有而有，不管你是翻成 I am who I am， 它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上帝不是从别的存在而有的。上帝之为上帝，他是自己成为他自己的存在的原本。我们的存在不是我们自己存在的。如果没有父母亲，你不会存在。你之所以能够存在，有你的父母亲。这个椅子不会自己存在在这个地方，除非有人制造它。可是上帝之为上帝，是他自己本身成为他自己存在的根基，而且他成为万有的根基，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创造者。圣经的第一卷书是创世纪，在告白一个信仰，我们有相信一位创造天地万物，而且创造我们生命的主。正是因为他是我们生命的创造者，所以我们才要敬拜他。如果他不是我们生命的创造者，我们为什么要敬拜他呢？正是因为他是我们生命的创造者，所以我们唯独应该要敬拜他，我们不应该敬拜别的偶像。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这一位神值得我们敬拜，不仅在我们的历史当中，不仅在我们的苦难当中，而是这一位主，他是创造天地万物、自有拥有、成为所有存在根基的这位神。这是在这段里面，这段意象之所以那么重要，因为它向我们说了非常多有关于上帝是怎么一个上帝。圣经向我们见证的上帝是这么一个上帝。你要不要相信一位在你的苦难当中，他听得到你的哭嚎，他听得到你的痛苦，他知道你的痛苦，他知道你的需要的一个上帝？你要不要相信一位在历史当中一代一代能够传言下去的这个上帝？你要不要相信一个当你不知道你是谁的时候，你向他问我到底是谁，然后他给你一个应许，我必与你同在的这个神？你要不要相信一个能够创造你的生命，而且是成为你生命根源的这个神？摩西相信了。摩西从这段异象当中，他得着了力量。原本他在逃避，但是他现在勇敢的承担这个异象。最后一个，我们要知道，在异象当中，异象会带来一个使命。我们活着不只是为了活着，我们活着是有一个使命。如果没有这个使命，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整个努力目标在什么地方。异象就是给一个使命，在这个异象当中，上帝要摩西回到埃及，把他的以色列百姓带出来。异象要求一个行动，如果异象没有行动，也许你领受了这个异象，也许你在梦中，也许你在某一个特殊的情况下看到这个异象，但是你没有行动。当你没有行动的时候，这个异象有一天它就会变成幻象，因为你不知道它是真或者是假。异象之为异象，就是我们在行动当中能够经历到它的真实。我们不行动，我们永远认为它是一种幻象。我们采取行动了，我们会知道它是真实的。宗教的真理从来不是一个理论的真理，宗教的真理一定在实践当中，我们能够经历到它的真实。异象就是如此。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摩西因为领受这个异象，整个出埃及记后面的整个发展，我们看到摩西顺服上帝，而且承担这个使命，他也采取了行动。他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这个异象，然后经过火一般的熬炼，带领以色列百姓最后走出了埃及。他们原本在那边是当奴隶，他们成为真正自由的人，而且进入到迦南地牛奶跟蜜之地。这是整个异象当中我们看到的。那摩西也因为接受这个异象，而且实践这个异象，让他的生命成为一个焚而不毁的一个典范的故事。在我们台湾1979年发生了一件事件，我们把它称之为美丽岛事件。研究台湾历史的人都会认为，这个事件大概是影响台湾整个民主运动、民主化最重要的一件事件。在参加这个事件当中，有很多的人，他们都被判刑，而且是用叛乱罪来判刑。那其中有几位后来在我们台湾的政治界当中成为非常重要的人物，其中包括担任过高雄市市长的陈菊，现在是监察院院长。我看到他这个几年前这个
这个把他在狱中这个所写的一段遗言真的看了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当时他只不过是20-30岁的一个姑娘，她当时候被判刑的时候，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她认为她自己应该没命了，她大概要死了，所以她就留下一段遗言。这段遗言她是这么写的：愿所有受苦、受束缚、被压迫的人，能够早日得着解放；愿我所深爱的故乡台湾的人民，能够享受真正的自由、平等跟民主的生活。我们不能够想象，如果台湾过去没有这些人，在他们的历史重要的时间里面，他们采取了行动，我们现在真的有民主吗？当时有一位基督徒，他也是一个律师，叫做姚嘉文。在金华大审判的时候，他为自己做最后的一个陈述跟辩护。他说：“我决定向彼得回到罗马。”基督徒大概知道这个故事。我们知道彼得他这个后来到罗马去传教，到罗马去传教之后当时候的尼禄皇帝在逼迫基督徒，那彼得在很多的基督徒的劝告之下，要离开罗马城，免得遇到这个逼迫。当他从城内往城外走，要离开罗马城的时候，远远从城外往罗马城走，越靠近的时候，他认出这是他所敬拜的主基督，复活的主基督。然后他问基督说：“主啊，你要去哪里？”复活的基督对他讲说：“我要进入罗马城，再一次的被钉十字架。”彼得听到这样的一个回答，心有很大的感动，所以他说：“我不能够离开罗马城，我要跟这些受苦在逼迫当中的百姓在一起。”所以他没有离开罗马城，他重新回到了罗马城。姚嘉文就是用这个故事来描述他当时的心情。他说：“我决定像彼得一样回到罗马，回到了美丽岛，跟我的朋友、跟台湾的人民一同承受这个灾难。我们愿意为美丽岛献身。我要求的不是认罪减刑，我要求的是无罪。我们追求自由，我们追求民主，没有什么罪。台湾的民主运动的推展，是不是任何一个人所能够阻止的？”跟这位姚嘉文基督徒相关联的，跟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有密切关系的，是高敬明牧师。高敬明牧师并没有在这些这个参与政治的人当中，可是当时候他被这个请求一件事情，就是协助当时候的一个施明德来逃亡。当时候报纸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悬赏100万元。高敬明一些朋友来找他，是不是可以帮忙这件事情？他说他真的是非常的为难，他没有办法做马上的一个判断，到底我应该怎么做？因为当时候他的身份是长老教会的总干事，他知道他做的任何一个决定，不管是或者是不是，都会影响整个教会未来的发展。他只好把这件事情放在祷告，放在思考。在他的祷告当中，他常常从他的内心当中听到的一句话，是耶稣所说的。耶稣说：“人为朋友而牺牲自己的生命，没有什么爱比这个更大。”这句话不断在他的祷告当中出现，所以当时做了一个决定，他愿意帮忙。也因为他愿意帮忙，所以他被判刑7年，最后被关了4年3个月又21天。他在监狱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狱中书简》。这一本书的第一封信是写给他的太太，他描述他当时候在监狱里面的生活。他这么说：“在这种环境当中，我能够精修上帝的话语，并且静思十字架跟复活的真理。”这是他自己的写。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特别是保罗，有一些书信，我们把它称之为监狱的书信。像腓立比书就是监狱的书信，是保罗被关在监牢的时候所写的书信。1982年，当时候世界归正人民，这个人们一共有全世界200多个国家的长老教会、归正教会，他们所构成的信徒大概有8000万。当时候他们在加拿大召开世界大会的时候，他们关心在监狱里面的高敬明牧师。高敬明牧师也根据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狱中书简》。这一本书的第一封信是写给他的太太，他描述他当时候在监狱里面的生活。他这么说：“在这种环境当中，我能够精修上帝的话语，并且静思十字架跟复活的真理。”这是他自己的写。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特别是保罗，有一些书信，我们把它称之为监狱的书信。像腓立比书就是监狱的书信。
出埃及记第3章1到15节，特别是第2节，荆棘被火烧这个故事，他做了一个词，后来骆维道牧师把它做一个曲，然后送给世界归正教会人们来表达他对他们的支持以及他对他们的感谢。那这一首诗歌目前被编入到我们的新圣诗的604首。这首诗歌是这么写的它原本是用台语，我尝试把它翻成中文荆棘被火烧，烧到真厉害，然而没烧坏，仍然站立稳。荆棘被火烧，总是没烧去；圣徒受苦楚，总是不馁志。荆棘被火烧，然而没烧去；教会受逼迫，反而更兴起。我们要勇敢为主来前进，苦难若越大，我们就当坚信。然后他有一个副歌，他这么写：炎火一过去，它就在发芽；春天一来到，它就在开花。2006年，高俊明牧师已经出狱了。当时候这个颁布这个第17届的金曲奖，他因为他所做的在监狱当中所做的这一首诗，这一首词，然后他成为当时候这个传统艺术奖音乐作品当中的最佳的作词人。这是长老教会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中的一个见证。另外一个分享就是另外一个普通的信徒，他叫做林恩奎先生，1922年出生在我们这个茄定的地方，然后后来在日据时代，他考上了日本东京大学的这个医学院，可是发生战争，所以他还没有完成战争这个学业的时候，就回到台湾。回到台湾之后，他被编入到台湾大学的医学院，继续完成他的学业。他在台大的时候参加了学生工作委员会，然后跟一个学长组成一个读书会。这个学长在带他们读一本书这个马克思的这个《资本论》。他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被登记了。当他毕业之后，他到旗山当医生。有一天，当时在看病人的时候，有一些便衣警察就来找他，然后就把他带走了，然后就给他判刑了，判7年。当时候他非常的痛苦，因为他刚结婚不久，他的太太刚生一个女儿。什么理由把他带走？只因为他曾经参加一个读书会，曾经读过马克思的思想，然后就被判刑。这个我们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大概不可以了解。我是在东海大学读哲学，那读哲学我们都会读到马克思思想。我们现在读马克思思想不会被判刑，但是在白色恐怖的时代里面，这样的事情就会发生。好在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基督徒，他年轻的时候读现在的这个台南一中，所以他有机会到太平径教会去，然后在那边认识了福音，认识了主，也在太平径受洗。然后被关也是非常的痛苦，特别是因为小孩子那么小，他真的觉得生命真的是非常的痛苦。他的太太也是一个基督徒，送他一本圣经，叫他在监狱的时候好好的去读。他后来被关到绿岛我们说绿岛这个灰熊岛，然后在那边被关了7年。他怎么熬过来的？就是靠读圣经，每天早上起来就读圣经，然后痛苦的时候就读圣经。圣经让他原本那种怨恨的心，那种被捆绑的心，能够得着释放。后来他把他自己的生平写了一本书叫做《荆棘冠冕动荡的岁月》那这本书这个已经出版了描述他的自己人生的这个经历。我觉得重要的是，他最后当他退休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他说：“我一生明受上帝的恩典那么大，特别是来自于圣经，那我应该要回馈上帝。”所以当他退休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心愿，因为他原本靠着读圣经度过这个苦难的岁月，但是当时候他所读的是这个台语白话的圣经，但是他学汉字，他发现很多的教会的信徒很困难在读这个白话的，所以他下了一个心愿，他要把这些白话的原本是罗马拼音，把它改成汉字因为汉字大家看就很快所以他就用了6年的时间。每一天他已经没有在当医生了，他每一天早上起来一直到睡觉，他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这本圣经翻译完成。
最后他在1996年终于完成了，用了6年的时间。他经历了人生如同荆棘被火烧这样的一个人生，但是他不愿意被烧毁，他愿意留下一些美好的见证。荆棘被火烧，然而没烧毁；甘愿被火烧，不愿被朽坏。异象若是大，考验就越大；苦难虽然大，祝福将增大。燃烧的荆棘，焚而不毁，这是我们长老教会，我们把它当作我们的标志，把它当作我们的一个记号，把它当作我们信仰的一个核心。我们希望摩西所看到的异象，今天仍然通过圣经继续对我们说话。我们也可以好好反省一下，我们的信仰是不是一个荆棘被火烧，但是没有烧去的一个信仰。因为我们用这种荆棘被火烧，但是没有烧毁的这样一个信仰，来过我们的信仰的生活，来参与我们教会的服事，来见证我们所信的上帝。请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你是一位呼叫人，而且向我们启示你的意象的上帝。我们恳求你与我们同在，因为你的同在能够让我们活出真正的我，让我们也能够完成意象所交代的一个使命。恳求你把荆棘被火烧，然而没烧毁的意象放在我们心中，让这个意象继续引导我们前面的方向，让这个意象成为我们行动时重要的决定的力量。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靠耶稣的名，阿们。1980年代，台湾人民为了打破中国国民党一党专政、垄断媒体的现象，开始用杂志、周刊向中国国民党政权的独裁言论控制宣战。到了1990年代，打破言论控制的方法由文字扩展到声音，进而运用影像。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在台湾人民进行民主改革的期间，也察觉大众传播对宣教的重要性，所以成立大众传播基金会，设立新眼光电视台。新眼光电视台开台后，就面临电子媒体的转换期，由类比的传播技术转换成数位，由有线转换成网路。在传播技术转换期成立的电视台，立即面临新技术、新媒介的挑战，导致经营出现极大的困难。经过许多年的努力，2019年，大众传播基金会决定全面退出有线系统，也就是退出第4台，全心全力在网络系统发展，并进行内部的重整。目前以最节省成本的方式，透过网络持续善尽媒体宣教的责任。2021年，我们有2个计划，我们会重新制作先前拍摄好的特色教会影片，由4位长老教会青年担纲主持人，借此带领观众用不同的角度去了解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多元的宣教事工。预计制作40集，在2021年2月底完成，并在 YouTube 播出。第2是接续制作《我有一个台湾梦》的节目，将与张德霖牧师接洽，并安排时间录制。此外，我们预计在今年3月，重建的网站就会上线。全新的网站会申请无障碍标章，比照政府官方规格，为许多视觉、听力、肢体、认知以及神经等方面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建立友善的使用环境。网站有最新的资讯，可以收看节目，也会增加线上奉献系统，
呼应网络时代的需求。为着福音的缘故，今仔日我来到咱的教会，为着要互较侪无信耶稣的人听见我今仔日咧讲的，就是爱有媒体电视台啦。所以咱今仔日除了做礼拜以外，就是爱为着新眼光电视台来奉献。有感动的，你奉献，就是你有份伫传福音啊啦。请各位弟兄姐妹，在媒体爆炸的时代当中，继续为大众传播基金会祈祷，并为媒体宣教的事工奉献，让大众传播基金会可以制作优良的节目来荣耀上帝，利益台湾人民。